那么在今天第4天的课程，主要讲的是三主要道当中的这个菩提心的部分。那这里因为解释非常的多，所以可能就只是要念过去，要不然没有时间，所以就算是一个念过去。那讲说菩提心的部分分为2个，需要升起菩提心的原因，还有升起菩提心的方法。第一，需要升起菩提心的原因，倘若于此出离心未以菩提心摄持，不成菩提乐因故，智者当发菩提心。如果仅仅是具有上文提到的下中士夫的共道、厌离轮回快乐的心，而没有具备为了利益虚空有情的发心的话，就算是长时间的4谛、12因缘、6度等法门的修持，也无法成为无上正等正觉，圆满成就自他2力的究竟快乐、无住涅槃的因。这是因为具备了落入只想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此，一个具有不求个人的利益而要广大利他思想、大乘种性已经觉醒，并且具备智慧力的上根殊胜士夫呢，需要透过7重因果教授自他平等法门升起如同大乘法道的主干的殊胜愿行菩提心，证得无上佛果的因。除了珍贵的菩提心之外，别无他法。例如，青稞的种子是青稞苗芽不共的因，因此具有这样的种子时，青稞苗芽共同的因，譬如说水啊、肥料、温度、湿度等等，都可说是青稞苗芽的因。如果没有青稞的种子，就算有其他的因缘，譬如说水、肥料等等，也不可能长出苗芽的。中观宝论论颂说：欲自即世间得无上菩提，菩提心为本坚固如山王，大悲遍十方不一而遍智。宝性论也说：性解圣正为种子，般若为母，生佛法，禅乐胎处悲如母，具足彼等但佛子。父亲是决定孩子种族的因。因此，父亲是藏族，孩子也只会是藏族，不会变成印度或蒙古族。母亲是孩子共同的因，意思是母亲如果嫁给了藏族，孩子就是藏族；嫁给印蒙族的话，孩子就会是印蒙族。就像是这个比喻，菩提心就像是能将具有此心者安置于大乘的一颗种子，而正见如果伴随的是追求声闻菩提的心，就会将至此心者引领至声闻菩提道上。正见如果伴随的是追求独觉菩提的心，就会将至此心者引领至独觉菩提道位上。如果伴随的是追求正等正觉的心，就会将至此心者引领至佛位。因此，正见是3种菩提共同的因。若是赞叹智慧波罗蜜，要知道大般若经若要赞叹菩提心的时候，华严经说：善男子，菩提心乃一切佛法之种子。因此，诸佛菩萨不厌其烦的都会赞叹这个菩提心。圣父子咒和阿底峡尊者也仅仅以此法，就是菩提心法为教授的精髓。接着，从无量的历史和教言当中也例举一二如下。这格西纽容巴也说：只要一生起这个菩提心，资粮自然积聚，罪业自然清净，障碍自然止息。不仅如此，就算修持脉气、明点、本尊法和空性等等法门，由于太习惯于贪执，还是达不到目的，因此未能快速证佛。除了观修菩提心，别无他法。因此一定要升起菩提心。最重要的是，一切的修持都要以这个目的而修。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也说，就好像用一柄极钝的镰刀割草。然而，若我们的菩提心已能实证修持的扼要，这就好像割草和磨砺镰刀一样。就算我们现在不用割草，但是也要把镰刀磨砺哦。但我们要割草的时候，只要花很少的时间，便能割下大量的青草。同样，这种圆满实证的菩提心，在一刹那之间便能迅速清净罪障，积聚福慧资粮。即使微小的善行，亦能令它增长广大。那些在某些时间之后将会清净的功德，也不会清净了。格西琼敦巴曾经请示格西敦巴说：
不断的修持菩提心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像修持上师的口诀，没有体会，因此要不断继续修持，然后就会升起一样呢？可是敦巴说，敦巴尊者啊，仅仅是这样还不够，主要是以如理作意修持慈心、悲心和菩提心为基础，附带如理作意机制资粮，附带清净罪障，附带断除恶业，附带的要依止善知识，附带的要去观修万法的空性，这样做的话，就能升起菩提心的。一般而言，仅仅是升起菩提心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利益。简言之，就是入菩萨行论提到的5种利益，也就是名义转变、对治罪业、善业增长、断恶道门、定正佛果等等。再来，升起菩提心的方法，即文是：思维猛烈，似瀑冲，难挡业所紧束缚，困于我执铁网内，无明黑暗所笼罩，辗转投身三有中，不断感受三大苦。乘此场中诸母慈母，是故当发殊胜心，如同陡山的瀑布一般猛烈的生老病死，或者贪有无明见等4大瀑流的汇聚，让人无法喘息地被冲入痛苦的大海，众生被束缚于连佛陀的力量和通慧，也就是神通，都难以抵挡，使之解脱的有漏的福非符合不动业中，受困于如同铁网一般的人我法我2种执着当中，被一切罪业的根本，也就是对于业果真如等法不如法等如法不如法的情况，完全无知的无明黑暗所笼罩，而这种黑暗稠密的如同夏季囤积各方水汽的乌云一般。在无法指出开始和终了的三有轮回当中，众生不仅投身1、2次而已，而是多生多世的辗转生于其中，并且一刹那也不间歇地感受着苦苦、坏苦、行苦等3苦的迫害。这次惨状的有情众生，没有一个不曾经是自己过去生中的母亲，他们是一直以来保护我们远离伤害，给予我们无尽喜悦的恩人。透过仔细的思维乳母众生受苦的这些情况，我们会知恩图报，升起希望他们都能够得到快乐的慈心，和希望他们远离痛苦的悲心，并且承担起我要利益他们出离痛苦的这种热忱。现在自己或许不具备这样的力量，那么谁具有力量呢？我们知道唯有佛陀具有如此的力量，因此升起为了利益众生，我一定要证得佛果的愿菩提心。但仅仅是发愿也无法让我们成佛，因此进而升起为了成佛，我要实践成佛的因，也就是6度4摄法的菩萨行持的殊胜行菩提心。升起菩提心，首先在善知识所依或所缘境之前，依照2大传承的传规升起菩提心。发心之后，不让菩提心坏失，并且让菩提心增长的学处是什么呢？就是不舍众生这样的一种愿菩提心，和尽力实践布施等6度爱语等4摄法。我们要努力修持一切法门的根本，也就是这个菩提心。此法由阿底峡尊者传下，有2个支派，由东方弟子东敦洛珠扎传承的支派，修持5重因果教授。我需要成佛的因菩提心，它的因是悲心，它的因是慈心，它的因又是知恩图报，而知恩图报的因是必须知道一切众生都是具恩父母，所以他们需要离苦得乐，因此我要证得佛果，利益安置众生于佛果。由贾玉瓦的弟子藏巴仁波切传承的支派是第2个，主要修持的呢是7重因果教授，所证佛果本身要从其因菩提心才能够升起，菩提心又是由真实的热忱而升起，热忱又从哪里能升起呢？从大悲心升起，大悲心又是从大慈心，大慈心又是由意乐，意乐从知恩图报而生，而知恩报恩的心从如同想要利益今生母亲的悲心而产生。那以上呢是讲到了这个菩提心的部分，接下来是第3个是正见。那或许正见的部分有点太多了，所以可能是在等明天这个灌顶的时候再说好了。那么就像昨天有跟大家说，今天会给予菩萨戒。那方法是首先会要给予皈依戒，然后会给予菩萨戒的。
就像刚刚这些注解当中提到，这个菩提心呢，是成就圆满佛果的这样一个最殊胜的一个因，就是不仅仅是出离心就够了，这还不够，还需要什么呢？就是还需要菩提心。如果我们的修持没有这样子的一念菩提心的话，那么就算我们可能在做布施、持戒等等六度或者四圣谛或者等等任何佛法的修持呢，它都是有利益的，但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达到最圆满的那个佛的果位的。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要升起这个菩提心真的很重要。那首先我们有很强烈的这个出离心，但是呢，仅仅是这样的出离心也不会成为遍知佛果的这样的一个因哦。为什么呢？因为二乘声闻这种行者，他们也具有出离心。这些二乘的行者呢，他们如果要得到这种究竟遍知佛果的话，那他一定需要具备的三主要当中的这个菩提心的。如果不具备菩提心，就算他可能有再多的神通啊、通慧啊，也都无法算是这个大乘的行者。那就像这些阿罗汉啊，或者说二乘的行者，那他们如果现证了空性的话，那当然对于他们有没有那就算他们有没有真正现证空性这部分，当然有一些辩论，但是就我们会说二乘的行者呢，也是有现证到法性，但他们这样的现证的法性，并没有真正的证得的，并不是圆满的佛果。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菩提心。如果这样的二乘的行者，也就是现证了法性的这样的行者，如果具备了菩提心的话，那就像是入菩萨行论里面有提到的，他具备很多的功德，譬如说他具备了能够净除罪障啊，还有转变名称啊等等的功德。那就算是如果具备了这样一个菩提心哦，就算只是譬如说会布施给一个鸟一点点吃的东西，这也会成为他成佛的因的，就是因为他具备了这个菩提心的。所以可以看到菩提心有多么的重要，而且利呢是如此的大。那么尤其我们说，我们算不算一个大乘的行者，或者能不能在一生当中得到成就佛道呢？根本就在于有没有菩提心。所以如果我们是想要成佛的一个行者的话，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菩提心。那接着他也谈到说，升起菩提心的方法是什么？那首先这一段升起菩提心的方法的部分，带着我们去思维说，我们已经无尽的投身在轮回当中。那我们每一次的这个投身当中，我们都一定有父母，也都会有亲朋好友等等。也因此呢，可以说所有的一切众生没有一个没有成为我们的父母过，没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为我们的亲朋好友过。透过这样的一段思维呢，我们就又看到这样子的众生，他们误把这个痛苦的因当成了快乐的因，也把快乐的因当成了是痛苦的因等等，完全的颠倒。可以说他们的心
跟他们的行，就是发心跟他们的行为呢，完全都颠倒了。那这样子的乳母众生呢，不断的颠倒的在轮回当中轮转。那为什么说他们会造这么多的恶业呢？也是因为这些乳母的众生，他们为了孩子而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身为他们的孩子过的时候，那所以我们要带着这样子的一种心来思维众生的恩德，而升起这个菩提心。同时呢，这里也谈到过利益，但是在这里呢，也再次的提到，在经典里面提到说，仅仅是升起一个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的利益跟功德，如果说是有形象的话，那是整个这个虚空都容纳不下的。同样呢，在《入菩萨行论》里面也有提到许多的菩提心的功德。那么我们都会说要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它需要有两种思维，一个呢就是具备圆众生的悲心，然后再来是圆佛的果位的这样的一种想要成佛的心，所以有这两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会说发菩提心就是为了要利一切众生成佛，所以我发誓要好好的修持，然后成就圆满的佛果，这样的一种发心。所以在这里会看到一种是利他的心，同时也有自利的心，有这两个部分。那修持的方法呢？比较具备大的勇气的人呢，是自他交换的方式而升起菩提心；那比较心力较小的众生是透过修心的方式来升起菩提心。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升起菩提心，它也是有这个次第的，就好像如果我们平常没有多练习，突然就要去这样做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它有这样的分类。那分类也还有发菩提心的分类，有如牧羊人般的，或者如这个船夫般的等等这样的一种，或者如国王般的发心。那这是发心的部分。那在升起菩提心之后呢，还有许多我们该去修持、该去做的一些学处。那譬如说愿菩提心的学处，还有行菩提心的学处，这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这些我们都应该要去学习跟修持。那么在我们发菩提心升菩萨戒之前，首先要给予的是皈依戒。所以接下来是要给予这个皈依戒。今天蛮冷的，所以手都越来越冷了。首先，为了要做皈依的话，要先3顶礼3拜，但是刚刚已经3拜过了，这样就可以了。那
我们说皈依呢，能够得到真的是很殊胜的，因为皈依的利益是很大，它能够消除一切的部位。那阿底峡尊者也曾经说，那是不是算不算一个佛教徒，就在于有没有皈依三宝。那么其实说皈依呢，就是当你心中想要皈依这样一念心升起呢，就已经得到皈依了。那这跟皈依戒的差别在哪里呢？那皈依戒呢，是指说它更有一些戒条要去持守，而且有一段的时间，譬如说我要进行受，就是一生当中要去领受这样的戒，然后呢要持守这样的戒等等。所以因此呢，大家想一下，如果想要领受皈依戒的法友的话，那我就会来念这个皈依戒。那佛宝呢，就是教主；那么法宝呢，就是佛陀所说的法；僧宝呢，就是修持的伴侣。那就好像是一个，我们是病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医生，还有这些医药跟治疗的方式，还需要有这个照顾我们的护士等等哦。那这里佛法僧就像是这样子，我们在法道的修持上就会需要有这样子的佛宝、法宝跟僧宝伴随着我们。所以的佛宝它就像是一个老师，那么法宝呢，就是我们的修持的法道跟修持的方式，也就是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去走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就是法宝。那僧宝呢，就是我们的这些法友修持上的伴侣。那么因此接下来想要领受皈依戒的法友，要跪下来，但法王说你可以心中想着你是跪的就好，然后请合掌跟着念，说自己名字，请说自己名字哦。那从今天起，直至进行受，皈依两足尊佛宝，皈依法宝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我从今天起，直至进行受，我愿在上师前领受皈依戒。上师见知我说自己名字，从今天起，直至进行受，就是一生当中，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我从今天起，直至进行受，在上师前领受皈依戒。上师见知我说自己名字，从今天起，直至进行受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我从今天起进行受，上师摄受我成为了皈依三宝的居士。那这时候我会说塔米诺，就是这就是仪轨。那我们要说雷索，就是善哉。那这时候心中要想，我得到了这样子的皈依三宝的居士戒了。因为居士有很多种，
那有分很多种居士，那有皈依三宝的居士。总之，我们就要想说，我得到皈依戒了。你们要说雷索。那得到皈依戒后，那如果仅仅是皈依而不是得皈依戒的话，那并没有许多的学处。但为了那什么时候会需要持守皈依的学处呢？是指得到了皈依戒。那因为有了这样的戒的时候呢，就会有许多的顺缘要去医治，有许多的逆缘要去遮止等等。那就有3种不应该做的，比如说皈依佛不皈依外道天魔，皈依法不伤害众生，皈依僧之后呢，不随恶友而行。那么3个要去做的学处，就是皈依佛之后，那对于佛陀的各种所依就是比如说佛像啊等等，无论它的大小是大是小，我们都不应该轻视。皈依法之后，对于佛陀法的这个所依，就是各种的经文，甚至只是一个字母，我们都应该尊敬。皈依僧之后呢，对于僧宝的这些僧服，也就是这些藏红色的法衣等等，甚至只是一小块碎布都要去尊重。那么再来还有要去做的就是，随时都要记得要供养三宝，然后早上要礼拜，然后随时要修持佛法，还有就是。这就是随顺的3种该做的这个学处。所以如果得了皈依戒的话，刚刚谈到的这几种，我们都应该要好好去修持。这是很重要的。接着呢，是给予菩提心戒了，菩萨戒。那一般来说呢，菩萨戒它有分为由那罗巴大师传承下来的密乘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还有文殊菩萨传承下来的到龙树等等的，这是中观的菩萨戒。还有从弥勒菩萨传承到无着论师，也可以称为叫噶当派或者叫唯识派的这样的一个菩提心戒的传承，有这几种。那他们当中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里不需多做解释。那我们现在用的呢，是由吉天菩萨，也就是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说的这个领受菩萨戒的方式。那这里有分为前行、正行跟结行。那么我想前行的部分，其实早上我们在祈愿当中、课诵当中有念了很多的七支供养，所以在这里就不念应该也可以的。那接着到了正行的升起菩提心的部分有2个，一个呢就是愿菩提心。那愿菩提心也就是仅仅是升起一个菩提心愿菩提心就是升起菩提心也并不需要有什么样的学处，但如果你是得到愿菩提心戒的话呢，那就有一种誓言在里面，就是说未成佛前，我都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这是一种誓言。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誓言，就持了这样的戒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持守愿菩提心的学处。接着行菩提心呢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仅是我发誓要这样利众生，而且呢是要这样子去行持。那所以这里如果也是有一种誓言在，这就是入菩萨戒行菩萨戒了，行菩提心戒，那就有许多的学处要去受持。那所以
你要持守的仅仅是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还是要持守的是这个愿菩提心戒或者行菩提心戒？就有这样的誓言在的话，那就看大家各自的发心，要念的祭文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来决定，就我仅仅是一个发心，还是我要持守这个发心戒，那是有些不同的，可以自己在心中来选择。那由于没有太多的时间，就不多做解释。所以在这里发心的时候，我们就像是过去的诸佛菩萨，他们怎么样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升起愿行菩提心，我也今天也跟他们一样的，发自内心真诚的升起这样一念菩提心，然后跟着一起念。那这里就需要跪着了。要跪着是比较好的。请跟着念：直至菩提藏，归命诸佛前，法及菩萨众，如是依归命。如过去诸佛已发菩提心，于菩萨学处，悉如次而住。如是为利生，我发菩提心，复于诸学处，次第勤修学。请念第二遍：直至圣菩提，归命诸佛前，法及菩萨众，如是亦归命。如过去诸佛已发菩提心，于菩萨学处，悉如次而住。如是为利生，我发菩提心，复于诸学处，次第勤修学。那我们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佛教徒？我自己有一个想法。首先，有时候别谈那些什么3000大千世界无量的众生了，我们有时候看一看，就是我们共同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我们人类只是这无量的地球当中生命当中的某一种种类而已。那很多时候地球上其他的这些大多数的生命，却因为我们人类这少数的一些生命得到了很大的伤害。由于人类的这样的一种迫害当下，这些其他的生命他们是没有自主性的，被我们所伤害。他们很多时候呢是没有护主，就是没有守护者，也没有依靠之处。所以在这里我们身为人，我们说身为一个佛教徒，那我们真的要升起这样的一个菩提心，为了这些许多没有人帮助的、没有人救护的这些生命，我们要发心，我要成为他们的救护，我要成为利益他们的人。我希望能够给予他们快乐，看到他们的痛苦，希望他们的痛苦能够消除。有时候我想，当自己具备这样的心的时候，才可以说得出自己是一个佛教徒。不然的话，如果连这样的心都没有的话，那我们说在修持佛法，可能真的就只是一种消遣而已了，就是为了自己舒服自己消遣一下而已。那这样是没有真正太大的利益的。为什么呢？其他消遣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要学佛。接着念第3遍：直至圣菩提，归命诸佛前，法及菩萨众，如是亦归命。如过去诸佛已发菩提心，于菩萨学处，悉如此而住。
如是为利生，我发菩提心，复于诸学处，次第勤修学。我会念塔米诺，你们要说雷索善哉。所以当我们说雷索的时候，那无论你发的是愿菩提心，还是行菩提心，还是愿菩提心戒，还是行菩提心戒，那你就要这时候就想说我得到了雷索，请坐。接着在结行的部分，有自欢喜跟他欢喜的部分。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今天发起了菩提心，所以我要想自己感到非常的欢喜，这就是自欢喜的意思。那么他欢喜是为了他人而欢喜，是因为这个意思是地球上又多了一个能够发起菩提心利益他人的这样的一个发菩提心者了，所以也为他人感到高兴。所以法王现在念的就是这样一个自欢喜跟他欢喜的祭文。那么如果是领受菩提心戒的话，就要舍4种黑法，行持4种善法，尤其其中当中呢，就是不要舍弃众生，这是最重要的。那对于这一点呢，港汤派的大师们呢，善知识们，也就是三坤众波多瓦、坚阿瓦跟扑冲瓦这3位大师呢，对于这个不舍众生有不同的说法。波多瓦认为不舍弃众生，舍弃众生是指你心中觉得这个人就让他苦吧，就让他这个样吧。如果你升起这样的心，就是不去管他，就让他苦，让他这个样的话，这就是舍弃众生。那普琼瓦大师认为舍弃众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一个痛苦，首先有一个痛苦的众生，然后这个痛苦的众生也没有任何人在照顾他、帮助他，再来我自己也有能力可以照顾他、帮助他，这3个都具备了，但你却不帮助他的话，这个就是说舍弃众生了，也就是你没有把握这样的机会，不努力去帮助他离开痛苦得到快乐的话，这就是舍弃众生。所以3个，第一个就是他是痛苦的，第2个也没有人帮他，第3个自己也有能力，这3个条件都具备却没有帮助他的话，而不理会这个对方的话，那这个就是舍弃众生。那坚阿瓦大师怎么认为呢？他认为说舍弃众生的意思是心中会想，你这个罪业深重的人别跟我在一起啊。我们有时候都会这样想你这个罪业深重的人，你这个痛苦的人，别跟我讲话。你心中如果升起这样一种舍弃这种心的话呢，就算是舍弃众生了。所以舍弃众生呢，不是指舍弃所有众生只要是舍弃了一个众生，就是舍弃了众生了。所以如果说舍弃了一个众生的话，该怎么办呢？那就要马上，这时候就算是愿菩提心戒呢就会坏了。那菩萨戒我们说有18种这个堕罪那没有办法一一去讲解。那其中18条罪当中，有一些是依靠不同的时间
在某段时间当中，如果犯了戒，然后呢，如果你在这段时间中赶快忏悔的话，就不算有犯这个戒。但是如果犯的是舍众生罪的话，那个当下一舍弃众生的心升起的当下就毁坏了这样的戒律了。那么如果舍弃了这样罪业的话，意思是什么？就是今生当中就没有办法成佛了。所以一个众生，一个菩萨，如果舍弃了众生的话，那么他在今生当中他是无法成佛了。那么可能只能寄望于来世了吧？那今生呢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记得的。那这就是发菩提心的部分了，这样就圆满了。那么再有一些法友请求说给予这个口传，也就是私家型的口传。对不起，可能会延迟一点时间哦，所以很对不起。那我小的时候呢，早上不是要读经吗？上课，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是我读经的时间，但我因为不太想读了嘛，所以我跟老师在同个房间，我就趁老师出去的时候呢，我就赶快偷偷去把那个有那个钟嘛，我就把那个钟的指针调快一点，就往前调一点。然后老师一进来，哎，奇怪，今天时间过得挺快的哦。那这是我以前的经验，所以首先呢，要给予的是一个简短的一个，就是法王编辑的汇编的这样一个简短的私家型的口传。다들 숨지는 라면 교주 이단을 상의를 자주도는 집에 저주로 다른 제너로 рем버지는 라면서 자주 숨지는 맞이 버리니 이제냐면 권하고도 담은 저 정유 단연 년배서 라면을 먹고 그저 대비 숨지니 지게라 배가 봐 이노 디지 담을 잡아 도심 곰대라 니래 당번이랑 좀 라면도 이제 자주 이거를 토그런다 이나 오는 거는 조사하면 되지 연구를 여기는 랑성을 드리는 저도 버저사도 쓰면 뭐 버저사도 뭐 디시는 뭐 소소면 소소 마음을 뭐 저거 하하고 방사도 뭐 와서 좀 버저 서버 이제 탐지기에서 하는 것도 도지스메게 남으다 겨울 저도 저러는 녀물 저 이번에 녀문하듯이 샤마도 되는 거 초배 지명하더라고요. 가는 하버드 보시는 이제 지우르 줘도 이제 줘도 송이 잡으려 매래 저러니 다음에 신소교를 뭐저저 저면에 나와 이제면에 저보다는 변호사 이유를 유즈라만들이 예상에 얘기하도 중요한 게 누구는 다 담으셔 주는 면인데 되는지 미안하면 뭐 오늘 쉬긴 저는 받는 분들 저 그냥 좀 되잖아요. 저는 양해입니다. 저는 여자는 당을 저면에 서비스를 상점에 너무 그러나 보면 맨제 되고도 물론 남자만 다 주의를 저 그선도 녀베랑 저베로 때문에다 내가 쓰슈다 림조서 자오 지름유도 주버지 라면 내주는 당번 튜미다 튜모니데 지문하라니 지오베만이 자르면 도저 와서 림제 저버도 저도 이런 거 아버지 저는 받는 분들 저거 용해 되면 그냥 제주라면 저는 여전 나오는 이제 고지마다 많아 심지어도 이런 것은 많은 일만 먹고 주저 많은 일을 하면 되는 많은 일을 하면 되는 말만 말을 주제 또 되는 저거 나오는 거 가지고 우리 중에 그 모두 저는 저는 그런 담서 저는 저는 중요한 일 중요한 가는 양 rabji ko ne zo zang rang ko rim da wani do ku jong ne sa ba de o de ran de lam ko rang ni me jong de lam de bi de lam de ya de rang de ma ra
시소길에 가르 유명한 요라면 수대 랑을 진짜 샤마랑 뭔가를 망하다 가면 뭐 뒤기 줄아가 수대기 와서 그걸 좀 자르와오 나한테 유바디 상체 나한테 接下来是传统的私家型的口传。 주교 가만 감사합니다. 자신내지 용어로 시용 안돼 바람들 비신데 시조 반대 도시자로 그걸로 이거 그 주스면 이런 시르고 저 만나서 그들 여러분들 주교 좀 제라면서 쇼지를 좀 아시면 되는 냠들은 도시선에서 바람들 비신데 오늘 전에 주의를 좀 되게 가려 그 세나 친두림 얘기는 기술 개념 가이 별라고도 남미주 부자들이 저 그래 상가 도시를 가다 담진 내비 주례들 류 삼땡 최근에 지된 최경원도 치수 양답을 제대로 현대기 주제를 보면 자동 임에도 냠버전 밀리 대중이 먹을 때 당방고도 타관질을 다리 되는 지원입니다. 바니 이번 주단 좀 거스로 해서 저번에 남지 잡았으로 들어줘 내준에 제 숨바치더라고면 랜더 그제도 교도 받을 시작습니다. 이거 시바 거연으로 동해였습니다. 다도나 세서집이 심해가 된 신지 이제는 준비 전주로 규모공으로 되는 유인으로 지지 지지 답변으로 캠프 심진하는 유인 소비 파선에 너무 잘하는 벤인데 된도 사람마다 도시상 그 유인 것도 있는 된지고 최경수 말하는 데 고소기 초대 뉴스 위랑 가족이 마겠습니다. 저게 버리 버리 캠프 심지에 다다다다면 대지가 구소도에는 이제 번호를 바비기는 진짜도 유인자 번호로 담나는 저 상주는 다 담에 채는 건 그래서 예 상주는 담에 채는 바비기는 봐 그렇지 좀 이 시즌에 좀 뒤는 이지 되네 전주 집에서 하는 저 서로들 되는 제대로 제대로 사람이 되는 전선제 렌스미 산돌라니 되는 근주다들 주변 비슷해로 드레선 여러분 상기서 다 하나다 주변 주변에 요금을 대샤라 신센도 받는 나가들은 주변에 장하는 데 반대를 하더라면서 가르지 만도 전선 여러분 마지막에 이제원님 거는 배선선 메리 전주를 교선을 뒤길에 그냥 먹어라쇼 전주선은 로드로 그런 거에는 가고 있는 데 전선 가는 시제주버저 심지에는 동동동으로 동매도 número 예상으로 단계를 지나서 일로 담으면 다다데 손이 저버셔 메르기 초갈 손이 저버셔 메르기 메르기네 루베 메르기네 룸리 해가 좀 고정한 뒤 남고라면 뒤에 겨는 상이담 상주는 코르체 시한 된삼서 중요하도록 소지 시주다 좀 순생이 뒤베라싱 되게 다버선 베드사도 좀 무슨 하하 오방사는 비드바 마스로 사도 이게 제 생뒤지 된사는 숨부가 반 그는 비원의 초디자 엄들 보면 신나마도 쓰는 엄들의 것이 치자를 요거 레기버로 저 샬로 로드는 자르빌로 되는 가정을 여러분들 봤으면 되죠. 방문으로 방법을 다저면 뭐를 대주면 뭐 저면 로마가면 나도 맞으면 니만 나와 여러분들 파드미 베주도 마자하며 그런 라마이다 선전도 보고 그러는 보여주는 제네지게라도 선비주면 사이즈는 로노 바샤라 저버 사이즈를 라마들 이달로 거주는 레지를 저리로 저는 메르 제네지게라도 메르 부동산 아우지 가리 차르지니 비르니 이제 메르도 저리로 스범이 좀 나오는 메르 장소에서 좀 로그남다시를 저버라좀 기류가 되서 상에 구수는 사람들이 지나서는 라메숑으로 자기 좀 오늘 가지고 다시 거냐는 로그는 수시에 주다다 라냠 교로 지름요도 주버에 제바 라메네 조르니 케브라타 보고 좀 무기가 뭐 지조나 지름 디체베 티즈메 심세지 저베만이 라사람도 좀 긴 다운로드 저 돈으로 저 돈을 주는 거 자동으로 보는 내 로드는 사실 춘다시는 갑니다. 누구도 받는 라메다 거라고 문제는 뭐지 주선 거라고 받는 처박고 이용한 다음에 되는 로고가 제일 좋은 양면들 되려면 저 장지 좋은 거 여전한 다고도 유로도 소도로 라지고도 받는 고수님이 잡은 제일로 자주로면 무슨 서주원 주로를 이제 보여줘서 사람들이 차게진 반은 주의도 바울을 차게진 반은 님부도 좋으면 소원들 이제 유디가 좀 하나를 가지고 좀은 이제 여러분 받는 거 소원들 소원들 되게 이제
겨드랑가 저거 제도가 제도 소원들이 누구는 보다 그런 거지 저들 망하는 소원들이 ngari zhubi kya yore nilu dan zang sa zhong zhu kebe wang zhong zi jiban zhong zhong doji zhang zhang doji dan ben zhong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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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 ma la da zhi zhi ben sam ji gru chera ba sa 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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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 shi fa ma sa ma zhong ri guen kya ri zhu kya da kya zhong ma jing wo gu da wo zhu de zhong zhong pa ma zhi zhong yi cha ke shi ma yi ji bi qin de zhong zhong yi 규주자가 가져도 리주자가 가는 저로 이지면서들 대단히 밀리지 좀더 저거는 경우에 소원들을 이제 남절로를 집에 주지면 되는 소원들을 켜다 되면 좀 이들 내가 이놈의 저로 소원들을 동인 제명 언제 되는 소원들을 미신님들은 유명히 시절은 지금도 소원들을 이제 강원 매버되면 pandemi 주로 여러 소원들은 고대님이 되는 여러 여기도 소원들이 여러 이제 무슨 저는 그런 게 소원들을 제대로 먹는 되는 소원 네 저는 저는 소원들을 나오는 이제 배우는 소원 지도인 사람 주에는 비르는 류를 소원들을 선생님 가지고 가는 저는 버르들 소원들을 실험 주변으로 신용만 산에 그들 소원들을 우르미 주의를 저거 가지고 소원들을 이제 소원 콘텐츠 사샤바는 유명한 그런 일을 따서도 주제를 남기는 토자도지다 보면 방도님이시네 용어를 보지 참 도전데 마음에 지주를 더 보는 님을 보는 주변으로 지나는 이거 좀 모두 공주 공주만 하다 보니 주로 좀 주면 이만 그런 가서 봐서 맞아 그런 제면 좀 알아볼 거예요 제반디 주말에 여기는 로지에서 사다른 위에는 도장 공연을 뒤에서 사람이 많아오는 데서 많아오는 많이 좋은 이 까르마 버치는 이제 라마를 비서 나들어도 주면으로 이제 주변으로 주나 저도 뭐 반대라면 되지 다른 이제 주면은 저는 이제 저는 저거 남아는 무슨 주변으로 그런 거 두부르그는 주변으로 와서 랑 두부는 거는 저는 랑 님들도 이제 저도 뉴욕으로 두부르는 내서 tener la mo jurando 랑 lunga y solamente chezo 좀 제일 바오 다디 참사르제 那就口传结束了。那么在今天晚上7点，那之前已经登记过的收完4加行的行者，那之前2009年呢，我们有举办一个密勒日巴的，结合密勒日巴上师相应法的一个会供。我可能要，那修持了这个上师相应法，密勒日巴上师相应法的会供，在2009年。那当时呢，修完4加行法的法友，都有来参加。那么在今年，在今天晚上也有这样的一次机会。那一方面来说，这样的一个活动呢，那以前会觉得4加行也没什么。但真的当我自己拜了之后，才真的觉得哇，真的是不容易哦，要拜完。那时候我就也很随喜所有修持4加行的法友，所以我也想说，要对于这些修完4加行的法友们，对于他们的一种修持圆满的一个随喜赞叹，同时呢，也希望这也是随喜过去祖师们的一种这样的一个修持传统哦，也希望鼓励所有的其他法友也能够修持完成这样的4加行，所以有这样的一些目的。所以从2009年到今年呢，有3年当中，所以首先是给在这3年当中修完4加行的行者，再来第2个是针对已经修完4加行的朋友。再来第3个是针对那些不仅是噶举派，而是其他萨迦、格鲁、宁玛教派的修完4加行的法友都能够参加。那么，僧众有550多人，在家众有100多人，那么所以已经都报名完毕了。那么在今天晚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会供的仪式。那么我想，
这样子我们一点点的四加行圆满修持的力量，能够这样的一点点如同水滴一般的功德，能够汇入到祖师传承祖师实修的大海当中。所以我很随喜你们这样的功德。那我之前呢没有说，是因为我现在才说，是因为都已经登记完才说，是因为如果之前先说，可能有一些没修完的也跑去登记了，那样就不好，所以在今天登记完了我再公布，这样是比较好。那这一次的会供是结合了这个噶举道歌海的这样一个圣乐金刚的会供，会供完之后呢，会给予的是会给予参与者一个马尔巴、密勒日巴跟冈波巴三祖师的这样一个圣物的加持丸。去年给予大家的是密勒日巴的禅修带的一点点的，如同蚂蚁的脚一般那么细的一点点的布偶。那么在今年可以说是更殊胜的是给予大家的是马尔巴、密勒日巴、冈波巴三祖师的一个圣物加持的药丸。那也请这在这里让大家知道。那现在没时间禅修了，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想着要吃饭嘛，肚子饿了，所以你们就观想禅修这个食物就好了。